大陆男团 TFBOYS 成员王源首度回应出国留学的心情。他2018年底录制的音乐节目在28日播出，演唱结束后主动提及要念大学的想法，希望将学习重心放在音乐上。他的发言也暗示出国留学后会影响未来的演艺活动，让不少粉丝感到不舍。王源，我18岁，我特别纠结，我一直在想自己到底想要什么，然后就做了一个艰难的决定，就是说要把我的之后学习重心要放在音乐上，穿起西装上音乐节目。TFBOYS 成员王源才18岁，却已经有小大人的思想，首度回应自己想要出国念书，要暂退演艺圈。王源，如果我在国内一直走那条路，大家意料之中、情理之中的路，可能就一直走下去，平平稳稳，也不会有什么起伏。反正我才18岁，我就算耽误几年，我回来我也才20出头，这么好的年纪，就是用来做一点自己喜欢的事情。本来就超级喜欢音乐，现在王源为了自己的人生想要出国念书去闯一闯。去年12月3日，就有网友偶遇王源参加伯克利音乐学院面试，也暗示出国留学后一定会影响未来的演艺活动。王源，我用别人的爱定义存在，怕生命空白。王源在去年的演唱会上唱起蔡依林《我》这首歌，似乎就在预告要去念书，找寻自我。他可以放弃现在的演艺光环，认真向学，也让许多粉丝佩服。至于其他2位成员王俊凯和易烊千玺，则是都已经在大陆念大学。易烊千玺素颜扮鬼脸，称大鼻孔，与身旁同学晒出考完试的合照，毫无偶像包袱。他目前就读中央戏剧学院表演本科班，已经准备放寒假。另一位成员王俊凯则是就读北京电影学院，两人都在大陆念书，演艺工作不受影响。只是如果王源真的之后到国外念书，未来粉丝要看到3人合体就比较困难了。